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的第2天，上当地上大报纸《南通刷》《新广播》的头版新闻，今日去美国的智库地书。一间国立的体育大厦传出核主任涉嫌登记霸凌学生甲助理，新北市行政分局小队长嘛指控分局霸凌。科索沃运河离到暗爆炸，影响当地发展。科索沃政府和欧洲联盟认为是塞尔维亚的组织发动的恐怖行动。来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指控一间国立体育大厦系主任涉嫌登记霸凌学生甲助理，捌上课的时阵，甲刀仔插伫刀仔顶头，脾气是真大。受害者吴同学讲，真侪人受害，所以决定要出来检举。教育部司长嘛当场回释咧，表示讲会来调查好清楚。把我挂在耳边风了，不想发言是不行。谁叫进来开会的？谁叫开会议的？谁叫开会议的？那老师，我们不要错了，我们下次。你现在吵啊！对学生大声喝休，现任的某一间国立体育大厦系主任，互人指控讲，长期对学生甲助理进行校园或者是职场的霸凌，甚至有把提刀插伫咧刀仔顶头，抑个不准助理请假去做红下。死皮赖脸还继续赖。小姐，我们先确认一下哈，你现在拒绝完成工作是不是？我打完一会儿的话会被退学。没有，我要说完成了才要离开。伫记者会现场，虽然听到是录音的声音，不过有其中一位受害吴同学，虽然人已经毕业啊，听到了依然是皮皮喘。民众党团接到几多位受害者电情，质疑学校甲教育部当初对学生的投诉处理无好，才互霸凌的人酷势搁一直安尼去做。甚至被阿哥升做系主任。其实这种事情蛮常态的，我们一周其实每天开会都需要担心老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我有先向教育部发起投诉，他的回函是请我先向学校的学务处跟教务处去反映，就是全部都是由该名老师进行回复，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立案的调查。那个老师凭什么这样干？学生去外面当防务员，收的钱全部上缴社团给他保管，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啊？教育部是把学生的申诉吃案吗？叫学生自己回去找学校。教育部讲，伫109年7月进前，老师对学生不当对待调查处理流程，并无完整的规划。杨国也认为，这位老师恐惊已经违反教师法的规定。虽然不构成霸凌，但我们在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教师的行为确实有不当。那也有关经费使用疑义上面，我们后续会遵照教育部的相关指示，移送给相关单位。对于这些受害的学生还有助教，先表达深深的歉意哈。就是我们这样老师的行为确实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请学校召开教评会来做一个严肃的处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也不愿意孩子给这种老师教导。迄当阵已经对系主任进行警告加口头的宣戒，了后就无再接到相关的电情。教育部是重申，所来不管是学校会重新调查，或者是透过教评会来追究老师的责任，拢会严肃的督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行政分局警察队一个小队长，目前因为涉嫌受诬洗，在接受廉政署的调查。伊今仔是指控行政分局对于霸凌。行政分局嘛声明指出讲，已经有召开审议会，这个霸凌的案件并无成立。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表示讲，会来调查，嘛严格来处理。
新北市新庄分局一位请假当中的细心的小队长，正正因为涉嫌收乌西，互廉政署带回去调查。不过，伊伫民代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指控讲，当期受到工课场的霸凌。去年9月份无预警互律调机动小队长的职务，接落来因为破病开始请假，不过假单当期无互批准，期间佫发现家己的座位互清掉。我从来没有想过，新庄分局的长官们。为了打压霸凌案，对我痛下杀手。11月，我发烧倒下确诊血癌。今年3月发生我请长病假被刁难。我们还在开记者会当下，现在就发新闻稿回应，讲说身为中华民国的警察，不容许部分员警想搭霸凌顺风车，不实指控单位主管，混淆视听，这是本分局的立场。你要确定呢？你就忙着洗门风，忙着带风向，忙着把他打死。这桩涉嫌乌西案，起因是这个警员以诉收互警察队的2万块加菜金。民代批评讲，细细的警员求助议员想要发声，说互新庄分局放消息涉嫌乌西，那亲像警总再现。新庄分局也赶紧发表7点的声明回应。本案是由新北地检署在112年初的时候就已经立案侦查。而且是指挥廉政署来做一个侦办，本分局并未参与任何的侦办过程。新庄分局驳回讲，警察队并无收到这条加菜金，唔知影这个警员是咧讲啥，也表示内部审议的结果是无成立工课场的霸凌。那在本分局获报之后，就立即启动调查，召开安全及卫生防护小组审议会议，有2位外部委员参加。那审议的结果是不符合职场霸凌。同仁如果有霸凌，一定要秉公处理，从严了解这个来龙去脉。至于如果有违法违规的事情，我们一律都会送检调来做追查。新庄分局一条一条反驳指控的内容，强调讲，若当事人对召开霸凌会议的结果无接受，会当向顶级的警察机关提出救济；若佫唔接受，会当向保训会提出各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医学大学一个捌做过阮居健康照护中心主任、是咧带动病院副院长的老师，互研究生指控讲，伊带学生出国去开会，佮问查某学生敢要做伙困一间房间呢？学生去申诉，这老师佮讲哦，是要帮学生囡仔省钱。学校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嘛认定这老师的行为是性骚扰，嘛已经停聘了。突然就传了一个讯息，就是要求说，我可以跟他一起同房，啊，我就觉得有点很错愕啊，没有啦，你太美了，我怕我忍不住，我就觉得哇，太 over 了。对，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下去。高雄这个 L 小姐指控高医大一名姓肖的讲师，做伊论文指导老师期间，真侪届届研究性骚扰。今年9月，讲师要佮带学生去到韩国釜山参加研讨会，老师佮传讯息问伊讲，敢要困共一间无？老师讲着讲就很自然啊，就是讲完之后就站起来，然后就跟我突然就讲到说他跟前女友在床上性事的问题，讲得很露骨，我都不敢去说。那我也是觉得好，那我对这个人我要更小心。L 小姐控诉这款的情形，伫2年来出现，本体是烦恼着毕业，唔敢和老师正面冲突。这届互要求爱带共间房，伊也决定无要出席外国研讨会，要求换指导教授也向学校申诉。立宪基金会建议，当着这款宽限性骚扰，第一时间唔通检讨家己，会当保留相关证据向学校申诉。无论如何，当你心里开始有疑问的时候，可能就要先收集证据。不管如何，都先留起来再说。去搜寻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跟朋友讨论。因为如果有跟朋友讨论的话，到时候也都可以成为是提告上的证据。当事人申诉了，讲师也是带查某学生出国，学校回应讲，第一时间就知影这件代志，有启动调查，认定这个讲师的行为有性骚扰，停聘该处罚。事件当中牵涉的查某学生，学校已经启动支持甲辅导，确保学业未受到影响。也强调学校无指派当事人带团出国，会积极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顶礼拜六在高雄77号的市区公车，看到司机对一个无绑安全带的乘客侧干辣椒。这间客运是表示讲，因为迄天是迄个司机最后一天上班咯，司机是烦恼乘客的安全咯，嘛烦恼讲乘客若受伤，这个司机就爱家己赔，佮爱互处罚，所以才会失控。当我们要给乘客
司机伫车顶一直骂一个乘客，甚至出现不雅字。有民众在1月30日坐高雄77号公车的时阵，就拄到安尼的状况。伊是因为有其他的乘客无下安全带，结果司机烦恼互开罚病乘客。如果比如说规矩很多次，那可能当然会比较容易失控，这确实也是不好的部分。民众认为，若乘客一直讲袂听，会使理解司机的心情，但骂人还是无妥当。客运业者初二出面说明，表示司机进前就因为工作量真辛，要洗头路。迄天拄好是最后一天上班，可能因为安尼情绪失控。有个妇人乘客上车完，然后他先就坐，然后车辆启动完之后，妇人才起身来做刷卡的动作。那驾驶会担心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来产生，导致受伤。交通局表示会要求业者加强教育训练，但嘛说明坐客运公车同款爱下安全带。若司机口劝了，乘客无听，依道高条例会使对乘客罚1500块。小型车后座乘客未规定系妥安全带，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但营业大客车等代步驾驶已经告知义务时，乘客仍未系妥安全带，则处罚该名乘客。就算是市区的公车，为着闪其他的车，嘛有可能会急动，无下安全带，就可能因为安尼受伤。为着安全，交通局提醒乘客上车坐好了，一定爱下安全带。记者陈环武面交管高雄报道。台北市今年发生65件死亡的交通事故，职业驾驶就21件。交通大队认为有可能是因为记点的制度放灵哦。台北市交通局嘛已经发文给交通部，办公当重新来检讨记点的制度。也毋过职业驾驶工会是真不满。台北市公车最近连续发生交通意外，根据台北市交通大队的统计，今年以来辖区内65件交通死亡事故内面，11月份一个月就8件。其中7件有职业驾驶人牵涉。交通大队分析车祸原因之一，是自6月开始被做无记点，和一寡职业驾驶人较无定性，尤其是科技这块无记点的部分。的围追不举，或者是说我们很多科技执法都不列入所谓纪检制，这个就很容易造成我们驾驶人，不管是我们的一般驾驶人，或者是我们的职业驾驶人心态上的一些松懈。职业驾驶人他是以营业这种所谓载客为主的行业，他对我们的公共运输的安全应该特别的重视。台北市交通局伫咧11月2日已经正式发函给交通部，请交通部搁再研议驾照管理记点制度，来有效降低职业驾驶人出代志的比例。不过，这是引起职业驾驶的不满，因认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可能包括道路的设计、灯号的问题，然后怪乎单一的原因是把问题简单化。这些车祸的案件，有没有一些案件是因为你交通号志设计不良？有没有一些案件是因为你道路交通工程处理的不好？恢复纪检制度是有可能的对职业驾驶人的约束力来增加。后续的话，当然还是必须有一些追踪的实证分析。台北市交通局也建议，除了建议中央修法记点制度以外，也会先以地方自治的方式，由业者这边的公司管理，也个监理所增加出代志职业驾驶培训。另外，也将会扩大表扬优良驾驶，希望两方面做伙做来强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的第2天哦，将当地上大的报纸《南向山新广报》的头版新闻。总统今日去美国智库当西方中心来发表8分钟的英文致辞，讲的是共赢的未来，也毋过无对外开放。总统赖清德出访过境美国夏威夷，当地上大的日报《南向山新广报》头版刊讲，台湾总统对夏威夷开始太平洋之旅。毋但讲到说落来赖总统的过境关岛，佮讲这抓恐惊会牵动美中台关系。赖总统呢，在今天上午，也透过视讯，还有透过电话的方式，跟在美国几位好朋友、老朋友进行了对谈。这些跨党派的朋友都有表达对台湾一致的支持，其中有一位是裴洛西。
普声热情欢迎总统赖清德伫夏威夷第2天的重头戏是去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8分钟的全英文演讲，主题是共赢的未来，台湾是印太区域和平欢迎的东坡。不过全程无公开，有甲参与者进行正式座谈。I expect that President Lai will reaffirm his commitment to the kind of values that bo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and probably a willingness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new incoming U.S.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 to help achieve our common goals in the region. I see a lot of continuity between w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and what I expe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do. Both were pretty tough on China and quite friendly toward Taiwan. We cooperate on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robust trading partners. Interest in Taiwan is growing, as we can tell by today's audience and journalists in the room. 不过，前 AIT 主席莫健甲美国总统川普顶一任内的国务院亚太左倾时大会，拢有到现场甲赖总统交流互动。赖总统过境夏威夷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以共荣的未来发表演说，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上是公视记者叶片璇、方俊怀在美国夏威夷的采访报道。咱再来看司法院的正副院长甲大法官洪提名人，今仔去立法院民众党团拜访，立法院今仔嘛举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有受害者的家属表示讲，有嫌犯误解互判死刑，最近却又搁改判无期徒刑。伊质疑讲，大法官敢有法度来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呢？民众党立委甲大法官被提名人爱手第二，随伫总统府副秘书长何志伟率领着司法局正副院长甲大法官被提名人拜会民众党团。不过，民众党立委嫌讲，因之前发给提名人的文件到即嘛也未收到。如果法律人在面对法律问题的时候，自己对于法律都没有基本的尊重，那未来是不是适合当大法官的这个职位？我想人民心里会有很多问号。也会依照在法定的时间前会送到各位的手上。立法院也进行大法官同意权案的公听会，学者认为大法官应该具备着独立性的司法气质，愿意听无同意见，无以家己的道德加政治判断为主。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他愿意去听不同的意见。只要有这样子的特质的大法官，值得我们肯定应该也要被选任的。他不是穿着法袍的政客。因那10年前发生的苏道长吕老师被性侵杀害案件，被害人吕老师的翁婿张介玲，即便是以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参加，对嫌犯5遍被判死刑。不过今年5月经视讯刷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张介玲正伤心的请大法官解释讲，什么叫做上严重的罪？台湾的无期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有期。他的无期其实就是对我们家的无期的痛苦的宣判。请问什么叫做最严重之罪？大法官有没有办法帮我们解释？我想请我们民进党的朋友将心比心，赖清德将心比心。你叫我们立法院怎么通过这6位主张废除死刑的大法官提名啊？对于任何被提名人的审查，不意味着他将来在释宪案会采取什么样的释宪的立场。苏道长吕老师案件10周年，初三被害者家属加人权团体将会伫咧凯道举行白玫瑰游行，诉求拒绝废死大法官。有期伫24大法官同意权踮立法院表决的进程，会搁再有一阵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这礼拜是要排审人工刑事法的修正草案，目前计共是有10来个版本，不过行政院阁未提出家己的版本。民进党团早起开记者会，因主张讲人工刑事法的草案应该甲代理淫魔来脱钩。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草案年底会送行政院，甲代理淫魔敢要脱钩，大家会当阁继续讨论。人工生殖代理孕母要脱钩。立法院民进党维权委员会委员初二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维权委员会调委苏清泉，伫无社会共识甲配套的情形之下，伫即礼拜是初5排审人工刑事法修正草案，要求人工刑事法草案都要甲代理孕母分开处理，莫互女性甲少白生囝生出来囡仔，成做商品暴力的牺牲者。代理孕母用的是其他的女性的子宫，把怀孕生产的风险交给其他女性去承担，而且把健康的孩子呢当作交易的商品哦。民进党立委表示，
赞成高薪的女性甲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的技术。不过，代理孕母因为牵连另外一个女性身体自主权，背后法律的问题是真复杂。反对若被两党联手，硬通过代理孕母合法化。不过，国民党立委陈建辉认为讲，女性有可能因为自来或者是后来子宫的疾病造成袂生，代理孕母嘛是一种选择甲救济的手段。而且强调讲，永年做立委的总统赖清德嘛是推动代理孕母草案的其中一个人。赖清德总统担任委员的时候，是做第一个代理孕母草案的提案人。那同时联署人有现在的副总统萧美琴。这个是要看政策啊，如果大家讨论，最后我们要看怎么样子啊。国检署署长吴朝君强调讲，目前已告修法的版本当在上尾一关，按算12月底进前会送去行政院，希望委员阁等一下。卫福部的版本也是依次开放代理孕母，方向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正时间一款七套米仔的品牌泡泡玛特哦，嘛真做是诈骗的手法。有人伫抖音直播，爱民众付钱来耍游戏，就有机会当摕到红仔。警方接到报案，有一个大学生开买4万块，本地若准讲会当摕到60仙的红仔，结果是诈骗。早早就伫咧门口口，总算等着开门。黑死命走，人下下沉沉，小客小钱，就是要抢这项。中国时行这套米仔品牌泡泡玛特全球拢在销，伫台湾也真受欢迎。旗下的辣母母推出的红仔，拢是真受到喜爱。到底有偌像？但是连诈骗集团拢上准泡泡玛特的无限商机。第一次啊，就是说中奖得到10只玩偶，那这个被害人非常开心啊，然后总共进行了6次的游戏啊，那。从前前后6次游戏汇了将近4万块钱。涉案的口座 PP 调玩馆，伫抖音开直播耍游戏，被害者开钱参与，就是锁定上大奖泡泡玛特的周边商品，开买4万块，得到60只的红仔。等到2个礼拜啊，这个玩偶都还没出来啊，但是呢，对方却已经人间蒸发，那这个被害人才知道诈骗啊。受害的大学生等于是用几百块啊，就买到一只红仔，甲行情是差真济。原底就是冒失啊，虽然唔知影讲是一场骗局，不过诈骗的形态唔是干那这一种。你不要晕人家了。警方又搁接到通报，走去银行处理。这个互骗的，落入去爱情陷阱，70多岁的妇人人，网络交友。对立爱河，差一点交出300万，替几情人投资。国内的诈骗乱象，无论手法外老或者是外新，有缘是满世界。伫政府有效打击进前，民众也敢若会当较认真的，家己看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北区的体育会伫11月30日办一场迷你马拉松的比赛哦，报名就送有牌子的牌仔，也毋过民众怨叹讲牌仔是仿的，伫现场买外套嘛是仿的。主办单位是表示讲，这是厂商赞助的，唔是因故意要欺骗民众。报名信息写着，总奖金高达76000块，还有精美运动上衣，还有知名品牌背包当作礼品。有民众就团报名了后，参加完路跑的活动，不过结束了后发现，摕到完赛的意思是仿冒品。500块、800块的报名费可以拿到3000块的包包，但是因为有看到体育局挂主办，所以我们才敢报名，而且一个拉一个，拉很多人。民众抱怨完赛的品质，甲宣传都有差真大，现场还阁贩卖知名品牌外套。不过所卖的价销只要市价1/3，这个活动所送的甲卖，拢意思是假货。民众表示，11月30号举办的迷你马拉松的活动，由台中市北区体育会举办，不过看到台中市运动局嘛挂名共同主办，不过参加了后，感觉参像被骗。市政府并非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是我们台中市的北区体育会。我们都是募款都是募款或者是找赞助那是赞助的，那厂商赞助的台中市北区体育会表示，完赛日所送的牌仔是由赞助商为越南所带倒转来，而赞助商嘛表示，这个抢伫越南确实是帮知名品牌来做代工，因为有一批瑕疵品大约800个，因此带回过来免费赞助。那刚好。放在那边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看可不可以就我们当台湾当赠品活动来销掉这样子。想说都用送的，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没有那方面的概念呢。真的要讲清楚啊，比如说他们有2种颜色，
或是有什么样的款式差别之类的。赞助商表示，是毋是确实是仿冒品，还佫甲代理商来证实。李斌总是认为，若是正品甲实际上有落差，应该清楚告知，避免互人有无好的感觉。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警方伫网络巡逻发现，讲有人伫网络伫卖微型的庆炮，伫顶个月底查到有7个民众去买哦。这批商品鉴定嘛认为讲有杀伤力，所以这7个消费者嘛互依法上班咯。网络的店头家是到大个还未抓到。防局远警执行网络巡逻勤务，发现网络贩卖的微型枪炮，疑为改造枪械，极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衍生暴力犯罪情事，影响治安。经过搜证追查，确认具有杀伤力。保安局立即执行数枪专案扫荡勤务，共计查获7件7人，查扣微型枪炮7台，全部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这看起来亲像古早炮仔的模型哦，其实是会当相当改造的庆炮。警方调查发现，讲这批货是对中国进口，已经违法了。台中的警方伫11月抓到7个消费者，虽然表示讲唔知影买这是违法的，也毋过警方嘛是甲因上班，相当时互判5档的有期徒刑，嘛已经要求网络的卖场禁止甲卖相关的产品，嘛请海关来加强查验。为着要庆祝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摕到冠军。花莲县伫11月29、30甲12月7日这3天，当大门夜市啊拢拍8折咯。也毋过县政府是无提供任何的补助，互打商是真不满。这是花莲东大门夜市啊，从4月初3地动了后，就冷冷清清，即晚那像有较回温。加上县府为着庆祝中华队摕到金牌，11月29、30甲12月7日，连续3天消费拢有拍8折，尤其是买甲欢喜甲。毋过部分的粉仔是感觉真无奈。县长太高兴了，然后我们也是就尽力配合，说打8折，然后希望带动观光啊，对，然后所以虽然大家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还是全力配合。粉仔感觉无奈，主要的原因是拍8折的活动，县府并无任何的补助，无法度理解是安怎庆祝，都要由粉仔来吸收。部分的粉仔规气休困，较免做白工。尤其是做饮食类、小吃类的，觉得说利润大概就是在2成、3成，大概打8折的话，2成利润就整个被吃掉了。有没有跟摊商商量？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只有在群组在问而已啊，没有特别去做协调工作。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12强冠军赛迄一天，县长徐正伟特别去东大门夜市啊，甲民众做伙替咱台湾代表队加油。要做拍8折活动进前，嘛有甲夜市啊各组委来沟通。另外，嘛有提供6000张面额100块的加倍券来吸引游客。我们是完全尊重主委他们觉得是否可行，那主委也回应他们愿意共襄盛举，那县府也就在加码6000张，大概近60万台币左右。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就是已过的这3天，其实在东大门所有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是满的。不过嘛有粉仔私底下讲，使用消费券嘛是都爱拍8折，而且了后再去换是真无利便。不过4月初3地动了后，夜市啊380个单位已经有20外个收起来，大部分的业者要是喙齿紧加的吸收这成本，只要会当向游客来这消费就有价值啦。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最近修订再生能源发电条例，有立委跟环保团体是发现讲，规定再生能源的定义并无台独消费器物，质疑讲有空芳。经济部能源署是指出讲，再生能源发电条例目前是各地立法院在讨论。再生能源，物炸绿能钱。立委甲环保团体早起针对 SRF 发电绝对毋是例行的代志来召开记者会。因讲经济部最近修订再生能源发电条例，甲消费器物发电为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内底汰掉。不过，伫规定再生能源定义内底，煞无甲消费器物汰掉，这个是咧替小本色发电存后步。经济部在同一个法案的预告版本中，把发电设备限缩到这个所谓的生物质的范围。为什么原始的定义不一起修正呢？这是官员实在太投机取巧了哈，而且跟国际间整个 SRF 的一些技术发展跟先进国家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什么东西再利用都是再生，好欺骗国人。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应该。所以今天我们强烈要求经济部要把《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3条第1条第1款的一般跟事业废弃物，不是再生能源，应该把它拿掉。环保团体表示，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3条第1项第1款内底，国内一般废弃物甲一般事业废弃物等等，直接利用或者是经过处理产生的能源，根本就无属于再生能源。应该要为定义内底删除，才会当避免 SRF 的业者透过其他的方式或者是管道来申请补助，因为会当再利用的资源并不是再生能源。因认为台湾目前 SRF 的成分汰选的机制无够严格，加上空污防治设备规范不足，致使 SRF 的使用有潜在环境的风险，特别是第二性排放的问题，恐惊会对环境也有身体有败害。我们已经把事业废弃物所以一般的事业废弃物把它分出来了。我们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里面只会奖励有生殖物的废弃物。经济部能源署表示，目前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订也搁伫立法院讨论当中，强调目前敢若有烧生殖物等等的有机物才有奖励，其他的拢无伫奖励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解决塑胶本色问题，伫韩国釜山进行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将结束。经过7天的谈判，嘛是无达成协议。环境部今仔是强调过，咱会继续来推动减少塑胶的政策，甲循环经济的发展。2030-2035年减塑的时间表并无改变。环保团体北极的运输船想要组织船顶的塑胶原料，被送去其他地区的塑胶生产工厂。因还阁伫咧船体顶头写着“塑胶下地命”的字，希望将塑胶减产达入公约。结果互韩国警方拘留，其中还阁有一位是台籍的环保职工。因的行动是为了要呼应伫咧釜山进行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不过大会伫7月结束，经过7天的谈判，也是无讲成。希望在明年上半年邀请各界的团体一起来讨论台湾的限塑，因为上次定是2018年，我们希望是不是2018年的时候定制到2030年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拉得出来到2035年，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上半年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环境部伫咧7日举行会议结果说明会，部长片启明强调，谈判结果虽然无定案，不过已经有一个文本会当参考。未来会继续推展减塑政策，一个循环经济发展。强调2030加2035年的减塑时间表未改变。明年顶半年希望会让邀请各界代表最近来讨论。我们首先乐见环境部呢是及时掌握的最新的一些资讯。那但是呢，也对于环境部去提出说，后续台湾在减塑工作上面的一些方向，还有许多不足以及值得精进的地方。参加会议的环保团体绿色和平虽然肯定环境部即时掌握到上新的资讯，不过也对环境部所落来工作有真侪期待。这就是建议塑胶减产的政策，扩大塑胶用品禁用加限用的品项，也希望政府以综合使用的技术，甲国际加分享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位伫欧洲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伫当地时间29日暗时，运河发生爆炸。这条运河是供水予当地2座发电厂来使用。科索沃的总理是认为，可能是隔壁国家塞尔维亚的组织发动的。欧盟甲科索沃嘛拢指出讲，这是恐怖行动。也毋过，塞尔维亚是批评讲，因是欧北乱指控。发生爆炸了，运河被破坏，开水规拢流出。伫巴尔干半岛北部的科索沃，国内一条供应水和2座主要发电厂的运河，29暗7点左右发生爆炸，影响科索沃全国饮用水加电力的供应。这件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了无够24点钟久。科索沃指控是边海国家塞尔维亚跟俄罗斯合作发动攻击。警方表示，已经逮捕几位嫌犯，因大部分拢是当地塞尔维亚团体公民保护的人，并且敲出真侪武器、弹药加玻璃笔。We believe
that Serbia is sponsoring this terrorist criminal attack of kinetic warfare against Kosovo, but this is being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公民保护已经和科索沃列做恐怖组织，欧盟甲科索沃拢甲这件代志定调称做一个塞尔维亚组织的恐怖行动。爆炸发生的所在被科索沃当地塞尔维亚少数民族拒绝承认科索沃，因也是甲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看作是因的首都，所以双边的关系真紧张。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驳斥讲这项指控完全无根据，并且强调将会合作调查这件案件。 Imamo određene sumnje, ali će istraga konačno pokazati ko je naredio. Mi mislimo da imamo određena saznanja i ko bi mogao da bude počinilac. Nastavit ćemo vredno da radimo, ali dok to ne završimo nećemo obaveštavati javnost i prebacivati krivicu na nekog drugog. 这件爆炸案和科索沃加塞尔维亚本来就真紧张的局势是更加严重。科索沃的安全委员会伫初日召开紧急会议了后讲，已经出动武装部队，防止再发生这种攻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再来看马来西亚甲泰国落大雨做大水，已经造成12个人死亡。马来西亚的北部有超过122000外人撤离，泰国南部有13万人有路无厝。另外，伫印度甲斯里兰卡嘛，因为风台的影响，已經有19個人死亡咯。泰國南部北大年部嘅關路做大水，將多店無在掉做成地。ก็พยายามเก็บเราก็เก็บทุกอย่างไว้ก่อนแล้วค่ะแต่บางสิ่งบาง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ยกไม่ไหว伫馬來西亞甲泰國小接備東北部吉蘭丹州災情上嚴重，國家災害管理局講，全國12,600位居民無家可歸，其中吉蘭丹州就佔63%。Pukul 1, pukul 2 tu air dah start masuk dalam kampung. Dan yang orang yang duduk tepi jalan besar ni memang dah dalam dah air. Saya rumah ke dalam sikit. 這場大雨帶來大水，若和泰國甲馬來西亞將多所在變做重災區，有人不幸死亡。伫即馬幾落萬的民眾為走去避難，有的是無家可歸。因過伫雨落未停，警報抑閣繼續時陣，可能會有更加多人因為大水侵襲受到災情的影響。伫印度甲斯里蘭卡是因為氣旋風格爾侵襲，造成真多人死亡。印度塔米爾納都邦將多所在淹水，清萊機場也關起來。शाम को 5-5:30 बजे से इधर वे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छ में और हम लोग का अभी नेक्स्ट फ्लाइट चाहिए नहीं है तो रिफंड चाहिए कुछ तो रेस्पॉन्स चाहिए 印度氣象局昨日講，中央直轄區保地熱力區降雨量484毫米，是30年來24點真久來上大的降雨量。不過有照這個氣旋的威力慢慢變弱，到時雨也會變細。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過來消息來看，今仔日台灣各地頭攏是真熱鬧的好天氣。明仔載開始，東北季風落南，北部佮東部會各濕各冷哦。這禮拜雨水賣較濟，也毋過中南部的天氣是攏袂歹，攏會出日頭。拜六禮拜會閣有另外一陣的冷空氣落南，到時陣中部以北氣溫哦只剩14度。有日頭溫暖的好天氣，民眾都愛趕緊把握。拜一各地頭攏是好天，毋過氣象署表示，對拜二開始到禮拜，東北季風落南，北部東半部因為咧食鋒面，所以會落雨，尤其宜蘭山區愛特別注意會上大水雨。鋒面的水汽逐漸的增多，其中在大海北跟宜蘭和花蓮降雨是最為明顯的，這當中包括了宜蘭的山區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而至於西半部，則大致是維持多雲到晴的天氣哦。這樣子的天氣形態一直會持續到週末。氣象署表示，因為這波東北季風強度無介強，所以中南部這禮拜的天氣攏算穩定。北部地區這禮拜唔若烏陰，天氣冷，閣會落雨。然後拜六禮拜會有另外一陣冷空氣落南，時候降溫就會愈明顯。中部以北氣溫上低可能會冷到剩14度，不過敢會達到大陸冷氣團的級數。氣象署表示，因會繼續觀察。大概在8號晚上到9號清晨，在中部以北跟宜蘭低溫有機會下探到14至16度之間，南部花蓮、台東大概在16度到18度左右。
会不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标准？这个是我们持续在观察当中。气象署强调，虽然中南部日时温度烧热，不过早暗温度较低，温差变化大。另外，云林以南的地区拜2到拜4可能会有大雾的情形，提醒民众出门就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张嘉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卖场、早顿店、咖啡厅等所在抽验，要来看凡是脂肪酸的量价标示敢有合法。结果有2项产品无合格哦，一项是动物性的牛奶油，加一款沙拉酱，已经要求爱回收，上济卖方罚300万。克里姆、白醋、沙拉调味酱各类油脂的产品是800项，互料理加添几分变化。为了确保民众的食安，台北市卫生局对10月中开始，伫早顿店、咖啡厅、饭店、各有超市卖场等等的场所抽验25件油脂类的产品，检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并且查核相关的标示，结果发现有2件产品无符合规定。动物性鲜奶油以及永兴烘焙沙拉酱这2件，它在外包装标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均为每份0公克或是每100公克0公克，但是经检验结果，我们的产品有检出反式脂肪的含量，分别是0.41公克以及0.40公克。2项无合格的产品分别是动物性克里姆加永兴烘焙沙拉酱。市府已经要求业者落价回收违规的产品，改正进前袂当继续卖。都不可医生提醒讲，若准长期食反式脂肪，会增加得到心血管的疾病、大考加癌症的几率。它会让我们身体里面好的胆固醇，例如高密度胆固醇浓度降低，然后让我们身体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浓度增加，所以长久的话，它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产品无按照实际数据做标示，卫生局按照违反食安法罚业者3万块。另外一件是新北市的业者，也邀请负责的卫生局以权责来甲办。民众买食品的时，也要目睭贴附近，甲标示看明，避免大量食到或者是买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农业部长陈俊贵前2日去日本消防队的现场，小解咱台湾的红菱果石斑甲猪肉，嘛请这日本棒球选手来食咱台湾的排骨便当，大家是拢俄罗甲的特质。我是来自台湾农业部的部长。这个手势一出来，随互人想起咱台湾的棒球摕到世界冠军的公营时刻。再过30，农业部长陈俊贵亲身到日本校棒的比赛现场，用趣味的方式来甲这阵古水有礼貌的选手小解台湾的好食物，主要宣传台湾的农产品甲食农教育。那今年有3样我们台湾的农产品，第1样就是红龙果，第2样就是我们的石斑。龙虎石斑，第3个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排骨便当。谢谢，有，谢谢。介绍台湾农产品结束以后，农业部长随发予日本校棒的选手一人一粒台湾的排骨便当。便当盒仔内面有满满的台湾味，除了有排骨，还有香港的烟肠甲卤卵。家长囡仔是愈食愈煞脆，对台湾的排骨便当是俄罗斯的特质。日本のなんか肉とはなんか味が違う。そうですね。なんか台湾料理を食べに行くってこととかは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でもこういうお弁当とかはすごく初めてで。美味しいです。另外，日本伫今年6月正式开放台湾的红菱果进口，嘛伫今年10月开放台湾的石斑卖甲日本。台湾若是棒球讲出世界冠军，农产品嘛行向国际舞台。农业部表示，未来会继续推动冷链技术，确保台湾的农产品的好品质，甲台湾的口味分享给全世界。记者林秀凯伫阿选柯敏哲综合报道。咱国虽然积极发展太空科技，也毋过较大，阁无国家发射场。目前公告讲，屏东的九坪甲台东的南田是候选的场址哦。国科会顶礼拜伫东东县的南田村办头一场的公听会，当地民众是讲已经准备好势咯。台东县政府今仔嘛强调讲，县政府会全力来协助，要来争取国家发射场。4年前，台东县大仁乡南田村民间太空产业认为这是国内上好的火箭发射场，不过后来因为土地是农牧用地，迄当阵中央也未制定太空发展法，火箭发射受到阻挡。
不过，即马政府推动太空发展，国科会8月份选定台东南电、甲屏东九屏2个国家发射场。顶礼拜伫南电村召开头一场的说明会，在地是表达欢迎，不过希望摕到土地方式甲使用会当尊重居民的需求。太南边了，在满洲岛可能打到菲律宾去了啊！人家会危及到周边国家的安全，只有在台东南边是最好。假设99年之后，这个地不再使用，这个地请再还给我们。在地人认为讲，国家发射场设伫南电，对西边的社区来讲，会当带来观光、文化教育甲科技发展。不过，要为九屏甲南电这2个所在建出较好的地点，还佫需要包括土地取得、甲交通等等地方配合的条件。台东县府讲会全力配合争取国家发射场设伫台东。我们的开发的可行性，当然就包括在地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些规划跟配合，那这个都需要当地的政府以及在地的乡亲，大家能够把他的意见能够提出来。只要民众愿意，民众需要，南点的部落觉得他们需要这个候选场址，成立太空中心，我们一定会倾全力予以行政协助。县府表示，国家发射场是国家重要的建设，只要居民甲土地主管机关同意使用，就会当进行相关的开发。不过会尊重居民提供土地的意愿，全力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落水溪瓦近沙梨大桥附近有1000公顷的地，水利署是开放农民会当租起种菜、种西瓜。也毋过7月份凯美风台扫过，溪边的土沙拢互冲走，农民望讲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斗相共处理。阮的农民无因收成蔬菜，但过程要非常小心，一无设立到可能会暴落水底。因为这个农地为了落水溪的高滩地，受到7月份凯美风台大雨河道侵蚀，导致新造农地出现杂草的关节落差。这次的台风很严重，是说已经垮到说我们这边比较中高的地势了，所以如果再有可能再来明年，如果再几次台风的话，有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在更高上面，可能会到堤防。变到无摊卖无摊见，就重点就是家时头啊拢总无安尼。收成是咱讲，无咱这个种就搁有，重点无地就无法度种啊。迄就惊搬落去啊！系啊。迄是足深的，足深的啊！迄几吨悬的，你无看？当地农民表示，因新造的高滩地种菜数10年来，河道拢说稳定，但今年连续风台大雨，河道往东化侵蚀，甚至连万设的设施拢被冲走，损失超过数十万块。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施工，将河道刷长的中道。请组织讲莫去互放啊！水路看样佫改变，佫刷长来较中的无？你像即马呢？规个拢蹲出发起来，水也袂对遐过，即马拢水接个咱这边。那因为高滩地本来就属于河川行水区，那本次台风确实造成许可农民的农田有损失，那民众所缴的使用费可以依时来申请退还。4月份数表示，今年凯美风台所带的超大雨量，造成落水溪水位增悬，达到1日9月境界水位。这个梯段都满到高滩地，造成流路改变，但目前堤防安全无问题。至于河道流路改变，会依照规体考量，利用枯水期进行河道整理，以稳定流路。记者向为报道。宜兰县的中华国中社区共图站今仔开幕，是全县的第40座哦。也毋过，县政府审计师是表示讲，共图站歇寒歇热，真侪拢无开放，使用率无介悬，效果无介好，已经要求爱改善咯。在音乐声当中，宜兰县中华国中社区共图站初日正式开幕，交到全县第40个共图站，希望培养全民活动的惯势，促进学校甲社区的互动。按算年底要阁成立第41个共图站，不过实际访问民众，大部分拢无啥了解什么是社区共图站。有这个机会能够给更多的人去参与，那才能够发挥这个学校一种教育的功能，那当然是很好。所以你平常也是不太知道有这样的功能。对。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怎么说？让大众知道去学习啊。根据审计师的调查，宜兰县所有的社区共图站休悬休热开放的比例无悬，干那29.7%。校外人士使用共图站的比例10%以下27个站，使用的比率嘛真低。外界认为讲共图站的效果无好。那寒暑假这个部分，我们也会依视人力
来开放这个时段，让所有的家长或社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使用空间。公投站开放的时间短，卡手嘛无够，互认为是效果歹的原因之一。县府已经发文给公投站，平常时下课了后，甲休馆休抓期间延长开放的时间，嘛制定严温管理的规范，增加社区的民众使用的机会。这个假日的这一个部分，那也是因为有这个人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它不会是全天候的开放。那可是呢，他们假日跟这个平日的下课后都会有做这一个开放的动作。因若要安怎让外界更加了解公投站？县府讲会透过社群媒体、广告看板、学校办亲会或者是新生入学等等的机会来加强宣传，让更加侪人知影学校内底有公投站的资源，会当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新北市本色进入桃园，第3当前环保局试办桃园市的专用本色茶啊，统计嘛指出讲本色量大约有减少2成。也毋过，地方是阁有真侪意见。环保局表示讲，明年会先来针对非家庭用户的本色来做评估。新北市是专用的粪扫茶啊，真侪年，桃园为着避免新北的粪扫走来倒，伫外近新北市里、鼓山区、花莲、龙华、北投区、台明、大仁里试办桃园市专用粪扫茶啊，超过3年。根据统计，试办了后，粪扫量大约减少2成。不过因为地方的意见无同，所以全面实施的时程也未定。应该早就要实行啊！原来的时候，大民进来，我们大人就是要第2趟。但是现在那个转用垃圾袋随袋征收，垃圾随袋征收以后呢，那我们就是1趟就 OK 了。我想这个政策就跟我们垃圾不落地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直都没有所谓的倒垃圾需要付垃圾袋的钱，现在突然要收这个费用，那民众我想一下子大概是不太能够接受了。实施专用粪扫茶的大仁里里长表示，这个计划当初是试办1年，即马拢3年啊，粪扫至少减少1/3。虽然头起小民众无关系，即马接受度是大增加。不过其他的里的民众一听到专用粪扫茶的政策，真侪人也是反对，认为原地用买物件无用的塑胶茶对粪扫是废物利用，创啥搁加买一个粪扫茶？有70%的民众对于随袋征收是有支持的情形。那所以目前桃园市也持续在评估全面推动随袋征收的这个方案，那优先的针对这个非家户的部分来进行。环管处表示，所有粪扫源头减量会以专用粪扫茶做目标，先针对非家户的粪扫优先列入评估，再搁针对家户的粪扫，会先收集各方意见甲回应，找出民众的议论，加强沟通甲说明，评估出上适合政策推动的方向甲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协助民众修复对国外买回来的一出叫做《美丽宝岛16号米》的电影底片。影片是50年代台湾的风景甲工业的发展已经修复完成了，嘛来真做是所谓的档案。那么做伙来看卖。不管是嘉南大圳赤坎楼，或者是阿里山的美景，甚至台湾古早做糖的工业技术，都互人完整记录伫1959年翕的《美丽宝岛》底片电影内底，互世界看到台湾英国车影。这出珍贵的16号米底片电影，原底收藏伫标准 Brussels 孙逸仙文化中心，最近互民众为海外买回来，经过台南艺术大学协助修复合所谓扫描了后，正头摆伫学校放送。那它里面的内容当然就是有点像过去日本总督府时期所拍的南进台湾从北到南的各个景点的一次巡礼，所以2个比较起来，就会发现不同的执政者对于这种影像的诠释以及叙事，会有他自己想要加进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这出影像40分钟，讲故事的方式，哪像日本时代1940年的宣传影片《南进台湾》，是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要宣扬中华民国的欢迎所翕的。自南到北，用影像记录台湾重要的发展状况。我当初不知道，当初只想测试我那台16厘米放映机而已。其实我会觉得说，这种超过50-60年的这个版权，能够留在台湾，不会留在国外。那至少说我们数位化，就是系统数位化以后，可以利用它的影片的价值，去对于未来的影像制作者，然后可以有所帮助。
南艺大修复团队过去伫各地抢救济珍贵影像文物，推动卖单影片的保护理念，强调远景才是上重要的。这届修复美丽宝岛底片电影也重现50年代台湾古早车影甲工业发展状况，成功保留珍贵的台湾影片。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下晡受到东北风影响开始要变天了。明仔载到拜四，因为水气变高，加上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佮有东北部较敖落雨，尤其是东北部的山区，特爱注意大水雨。西部地区嘛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哦，也毋过特爱注意讲早暗的温度会争差真大。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